个洪都拉斯的总统卡斯楚嘛来展出着甲副总统赖清德做伙翕的相片，来感谢着台湾。看这个相片，卡斯楚是真侪前甲赖清德来握手，佮接下着台湾关键的防疫的物资。卡斯楚伫答文感谢中华民国台湾对洪都拉斯的支持甲协助。讲这个卡斯楚本地答文是写。感谢台湾共和国，不过伊真紧就甲答文删掉，改做中华民国台湾。到目前为止，卡斯楚只有发文章感谢两个外宾，一个是赖清德，一个是美国的副总统贺锦丽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